关系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，老人津贴要来调悬。为明年的元旦开始，为即卖每个月7256块调悬到7550块，一个月加200多块。以婚姻权来讲，符合资格农民有56000多个，占全县农民的一半。不过，大部分的农民也是感觉调了无够多，讲会当加补助一寡，安尼嘛当来减轻着囝儿是谁负担。农民辛苦伫产林工作，即马农业人口老化，政府为着照顾老农，规定65岁以上青领老农津贴，适当随着物价指数调整一改。农委会宣布，明年元旦对7256调起到7550。安尼个还好啊，莫个人减多啦，加减啦。哦，还好啦，真好，但是有较少一数啊。因为农民吼，大家拢艰苦人。因感觉调整的幅度无够，因为干那分林符合资格老农就56000多人，超过全县农民一半，人口老化严重，希望会当加补助一点啊，减轻少年人的负担。我们农保的平均年龄是62岁左右，那所以我们65岁以上人口老农的部分是非常的庞大。那这4年来呢，其实物价指数是逐渐的攀升，所以这次7550元的调整，我们乐观其成。农委会表示，调整偌济是根据物价精算出来，未来考虑农保比照国民年金，农民投保超过15档，退休了后每个月至少会当领到1万块以上的补助。